喂，各位村民，大家平安。伊拉等下我马普拉，布拉有注意报告。Cuma ku kirimu aja kamu ku ribata gidanga susah kerja za YouTube sa ikan家za kamu ku 不来哟。你想不想永远被掐死？不要哦，等一下手指头挖一点点。你订婚的时候。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都知道看到我们邀请到了Vuvu三人来跟我们分享，来介绍自己。喂，阿爹是Butang gua Simbau Jan, Jawa, anya mana kini jalan skus-skusamen. 阿姐Sangas要订婚的话，一定要有2个人嘛，你们要捡到情侣。maksudnya. 夫妻的话就是。Magbajau. Mag-ating lay tiya maju, ikaita ka makina to magkating raya man salinga man to pubayaw ayatin. No isawa ka malmaling, pagana ka daw to, nung ida, amoray makpukpuchen, amoray tikungchen. tikung 日本话订婚的意思。对。啊，如果是结婚呢？pubayaw。pubayaw。那男方要准备什么吗？对。ayaw。马上立马告诉你，那我刚来，第一个是爸爸，第2个是Sabiki，第3个Dangao，第4个Itong，第5Karom。啊，那个猪要多少？1头、2头、3头？我们不是北台湾5、6头、7、8头。那我们比较便宜哦。对。我们这边是1头就好了，也可以半吃。还有呢？把它炸给那下呀。那是。炸给那下呀，就是那个奶。这有6样，炸给那下呀。那目前是一定的，不管你穷你什么，2万也好，你要想办法凑出来。我也要凑出来。刚才有讲到说要一定要准备槟榔啊，这个槟榔是有规定吗？不是八稿就是整只没有给它切断了，没有。串。喂，一整串。喂。所以这个就是一打八稿啊，这个这样子就是八稿。如果我很有钱，我带4串可以吗5串、6串？好像没有那样，不可以。一定要2串，为什么？我要什么给？妈妈在这涮，对。啊，这个樟脑也是一定要准备的吗？啊，maling啊，是这样，嘛不加一个嘴。服务的意思是说，因为以前的老人家吃槟榔的时候会配这个樟脑，所以呢一定要送这个樟脑，就表示说你们是没有办法分开的。结尾连你哎呀，喂，谁讲啊什么不？服务刚才有提到说要准备衣服嘛，男生要送女生1套。然后女生也要送女生1套。女这是把胶，beli cinta zang，他爸爸呀，beli cinta cara。然后夫妇还有讲说要准备棉被、枕头什么的，因为你们要自己成家了嘛。可是因为现在都已经都家里都准备好了。还有最重要的要记得准备lava，要带2箱。也是要2箱。表示一个双对。不管你带什么，你如果是带Vava马白碗、Vava马白壤，都不管，就是要2箱嘛，2箱的啤酒或是2箱的米酒。你平常的时候最喜欢喝的是哪一种？保利达。你看那个保利达，那们都在那边他们带的。那个酒最后是要给大家喝的哦。就是你南方送来的那些酒。分享呀。现在的话会买喜饼，年轻人也比较爱吃那种喜糖，比较方便。就这么pabalitan kakudanan， 你刚刚嘛pakabay。社会不一样了嘛，那个东西会换，但是那个精神是不会变的嘛，对。Nuvililian 是不是会有那个宴客的？你们准备，就是我们会说我要去吃喜酒、喝喜酒嘛，来干那，Rangi。不起数。不起数。那个是结婚的喝喜酒呢。跟那个订婚的宴客不一样。ada na ikaw anta sauni. Martimalio. Martimalio ada. Makasubun kin imada Wai ko kin pumasaro mapuya tsaka sina tsaka susu tsaka kaka. May kakuman ayakin.
啊，有的人会说以家麦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包菜的意思，要拿袋子。如果你讲的是结婚的时候要喝喜酒的那种，一个叫做 Langi， 那个是北台湾的 Langke 的那个闽南话嘛，表示你要去做客。啊，我们这边不爸爸呀。第三种的话，以家买，意思是说你要去把那些菜包走了，你要打包了，不去数，日本话。不一样啊，但是订婚的跟那个结婚的是两回事，不一样。Awan, macam-macam dari ka. Masalukan pinang kisan. Apa kayo, macam-macam.